讲到总统参选人，民众党的郭文哲甲国民党的侯友宜，进前党提出重新启动服务的议题。这服务就是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今早起呢，有30多位做美容做头前的业者去到立法院陈情，因是反对服务。就学者也讲，中国最近经济长礼拜，少年人失业率也伫咧增加，真侪国家拢无想要挖靠中国，那咱台湾是会当有机卡搁较多元选择。服贸通过。 工作难做。叶标语发口号，美容和电头门店的业者初7早起伫立法院陈情要反服务，因为因烦恼国民党和民众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和郭文哲进前讲要重启服务，会严重影响到4万多间业者。中国的更多的美发品牌以及所谓的美发师可以进入我们台湾的美发市场。 这无疑是对我们的本土的美发业者造成了更大的竞争以及压力。台湾的美发市场就是这么的饱和了。接陈情书，民进党团强调坚决反服务，民众党团是中信。郭文哲唔捌讲过要重启服务，但是两方之间经无交流是无法度避免的。关键就是要甲监督机制做好。国民党团是无派代表参加，干那讲尊重。另外，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甲北检市零，讲要过大清德含地行面台11日。因为民进党近期的不断声称，所谓一旦开放服贸，就会有大量的大陆劳工来台湾抢工作，等等胡言乱语。侯汉廷说，服贸通过不会有中国劳力来台，这完全也是错的。当时里面的内容是，来台的资格只要具备专业的技术，5年工作经验就可以来台。10当前日头火学运成员之一的詹佩如讲，侯汉廷是诬告。学者讲，中国最近经济成长衰退，少年人的失业率是一直起来。重启服务和中国企业和做代志的人来台湾，一定影响到服务业。面对风险的承担能力比较低的这些产业，一旦你开放了这个中国低价的这些服务业来的时候，它当然就会对我们的这个当地本地的这个就业带来很大的这个取代。学者分析，世界各国都长在减少靠中国做代志，把风险降落来，中国嘛应该要找较多元的经贸伙伴关系，唔是干人拢囥伫中国一个哪来。记者综合报道。